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高雄轻轨成员元旦起试营运，总统蔡英文和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监察院长陈菊等人一同按钮，象征高雄轻轨成员起航。 坐在行驶在大顺路段的高雄轻轨上，陈其迈市长向蔡总统介绍这一段轻轨的新建过程和沿途景色，并且开心的比耶。启航活动上，陈市长除了感谢蔡总统和中央的支持之外，更感谢监察院长陈菊10年前担任市长时的规划奠下基础。第二件事情，他来看我们高雄的轻轨，因为他的轻轨已经100年，他觉得说应该要改进、要更新的时候，所以他特别来参考 我们高雄轻轨的系统，所以花妈的深谋远虑，当时的一个规划，到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轻轨系统，我们的轻轨的建设还是世界第一的轻轨系统。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花妈市长？陈菊则表示，轻轨一度停工让他相当心痛，还好市民最后选择了陈其迈，让他决定续建轻轨。他能够被邀请参加轻轨成员起航，忍不住心中的感动。 感谢其迈市长，承受遐大的压力，但是对的路应该爱做的，伊一点都甲担起来，伊感觉爱做，虽然困难，不过伊愿意承担，所以今仔日这个过程艰苦会过去，但是留予上好的建设，留予高雄世世代代行顺，感谢其迈对我。 蔡总统则表示，轻轨成员通车代表高雄捷运系统又迈入新的里程碑，对高雄的经济发展、生活和交通品质都将提升。高雄的轨道建设连接人和城市，也连接了高雄的过去和未来。那么大众运输系统逐步完善，也将加速我们区域的活化、产业的脉动，提升观光的效益。我要特别感谢蔡英文总统。 跟我们行政院这个还有我们交通部所有的还有文化部所有我们的这个中央大力的一个支持，中央的支持对地方的建设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陈市长更感谢小而美的市府捷运团队努力新建轻轨，更提到当初在调整轻轨路线时，林清荣副市长用下跪恳求方式，才说服美术馆路段的民众，而他们对现在的轻轨规划很满意。那我请他去跟他们的自救会来好好的恳谈。那我没有想到说，恳谈的结果，他跪下去拜托我们美术馆的居民，用诚意。 用专业来说服我们美术馆的居民。那现在我要来之前，我还问了几个住在美术馆的市民朋友说轻轨现在怎么样？他们非常满意，也非常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这2段最困难，地方声音正反都有，也要谢谢现场的咱家李长伯啊，感谢咱李长伯啊，在过程中拢有真大的支持。这2段让我们的轻轨 成员美梦成真。高雄轻轨10年磨一剑，完成了最困难的路段，却意外形成了龙猫隧道和绿巨人隧道2段最美路段，全台第1条全圆环线轻轨，让高雄再度创下奇迹。2、1，正式起航！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 因应中央环保署改为环境部，桃园市环保局环境清洁稽查大队及海岸管理工程处改为环境管理处及海岸资源循环工程处，将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为核心，让桃园成为更宜居城市。3、2、1，请揭牌。因中央环保署组织改为环境部，桃园市环保局辖下2级机关环境清洁稽查大队以及海岸管理工程处改为环境管理处与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并在日前举行揭牌仪式，同时增设劳安健康组，要落实照顾辛苦的清洁队员。这个是因为那个环境部它在升格之后，它其实也有成立了这个环境管理署。那桃园市政府就率全国之先也成立了这个环境管理处。
环境管理处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维护市容的清洁整洁了那这一次我们的组织调整也会再增加一个劳动的健康组那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些很辛苦的清洁队员我们的身心灵我们都要把他们照顾到。除了我让我们的市容可以很清洁、很健康以外，我们的清洁队员也可以很健康的一个身心灵的状况。3、2、1，请揭牌。而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将统整桃园辖内海岸工程、废弃物设施、资源循环等业务，成为更专业全面的环境保护专责工程单位，并扣合环境部政策方针，统合废弃物再利用的管理事权，强化资源循环再利用。资源循环工程处的部分呢，那在整个一个过去来讲的话，配合整个中央推动由废转能以外，那更重要的部分就是由废转换为原物料的这一个部分呢，会融合在未来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设计使用的原物料部分，能够进入到产业里面来做一个循环。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循环经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那这个部分呢，在本处的一个施作的一个每年的施政计划里面，会着重于在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在一个清洁生产以外，能够源头减废，那循环经济，那带动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为了照顾清洁队员，清洁队员的奖金也在今年起正式调升，北桃同步执行，将清洁奖金从每个月8000元调高到1万元，清洁队驾驶安全奖金也提高到了1500元。我们配合双北在去年的12月1号，把清洁队的奖金由8000块提升到1万块。那驾驶安全奖金的部分，由原来的600块提升到1500块。那因为我们双北跟桃园是一日生活圈的这个概念，我们就跟双北一起来同步执行。对，我赶在去年12月把这个公文签了，主要就是让它能够回溯，从12月1号开始。刚才讲到我们新成立的这个环境管理处主要要照顾我们清洁队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个2项的金额调整，也是在我们多多照顾他们的这个津贴上面，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意。此外，环保局原环境永续科也改名为气候变迁科，致力打造桃园成为净零城市。原永续科环境教育业务则并入综合规划科。另外，在新成立化学物质管理科，将原本毒性化学物质管理及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业务并入，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精神，全面加强资源循环管理，让桃园成为更宜居的城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有最美山林灯节之称的龙旗光节空山祭正式登场，由霹雳布袋戏做开幕演出。今年以龙火余烬为主题，在虎形山公园展出国内外艺术家创作的17件作品。开展第一天就吸引上千游客前来参观。迈入第5届的空山祭正式登场，由霹雳布袋戏利用龙旗山林地景打造开幕专场，吸引许多观众前来感受不一样的艺术飨宴。我们在这几年来感受到有很多挑战，然后跟很多要跨越的过程，所以明年台南400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过去呢有很多旧的东西都会被提出来，那我们就有点像是觉得这些东西就像是小火苗一样，那为的就是我们希望在新的阶段可以复燃。今年主题是龙火余烬，展出的17件作品都以火和龙为主轴。策展单位首次挑战入口即艺术，用艺术家所创作的光梦龙作为展览入口。那我们就觉得说，二地的地形呢，就像是火山龙一样，它们有点像是沉浮在这个地表上已经很久了，所以不但有小火苗的元素，也有龙的元素。那甚至是它们身上的鳞片呢，我们用了火龙果这个意象。展场的亮点之一是来自南韩的艺术家，结合透明聚酯纤维、荧光线所创作的大型装置龙火瀑布，观者与作品互动时，就能体验熔岩瀑布的感觉。今年很多作品都是有点像是来回的互动，还有传声的作品，然后也有可能会在经过某一个作品看到未来的人、未来的观众要走出展场这样子，所以很多之间的作品都是有互相联动的。另外也有在地居民与学童创作重生龙之3部曲，透过绘画、海废料、灯光装置，
将龙旗与关庙的在地特色融入作品，完成2只龙为造型主体的多媒体艺术。昆山祭这几年下来，这5年今年是第5年下来，已经让在全国各地已经打出它自己的品牌。那虽然它是一个售票的一个灯会但是它因为它的景色太美丽，又跟依照着这个自然的一个地势然后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昆山祭，让台南变得非常漂亮。今年因应2024台湾灯会提早登场，一路展出到2月18号。为维持活动品质，活动仍采售票形式，欢迎民众踊跃支持，鼓励更多的在地艺术家来创作。记者张怀台南报道。今年是基隆市升格为市的100周年，基隆市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特别开箱市议会，请基隆在地设计师设计了龙年春联，以及议员开运金和红包袋，分送给各区的市议员，再发送给市民好朋友，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平安幸福发大财。围着围巾，全身散发帅气魅力的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亲切自然、充满正能量的副议长杨秀玉，特地一起在市议会开箱市议会，请基隆在地资深设计师设计，写有“龙迎得瑞”、喜气祥瑞的龙年春联，以及议员开运金和红包袋。特别是今年也是基隆市从1924年升格为市的100周年，这些春联、议员开运金和红包袋将分送给各区市议员，再由议员们发送给市民好朋友，祝福大家甲辰金龙年，行大运，平安幸福发财。好，今年刚好是甲辰金龙年。好，那也是我们基隆市正式改制叫基隆市的100周年。今年2024年，好，我们1924年开始叫基隆市，所以今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一年。那刚好也是龙年，所以我们基隆市议会特别有别于以往的公版设计，特别请我们在地基隆的设计师设计出一套这个春联，还有议员开运金及红包袋，来祝福我们新的一年市民平安健康，然后龙年行大运。所以我们今年他们设计叫做龙迎得瑞，龙也取自于基隆的龙。好，那我们今年会在这个下周开始发放给各区的议员，欢迎市民朋友可以到各区的议员房那边去索取。那我们也会有少量的开运金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平安健康。议长童子伟进一步强调，议员开运金还特别送到庆安宫祈福加持过，相信会让市民好朋友好运旺一整年。我们今年这个议员开运金设计得非常的可爱，那重点是我们也特别经过这个庆安宫道长的一个加持，希望祝福这个市民朋友。那我们今年这个因为特别有设计感，也经过拜拜，希望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目的，它可以不浪费，可以希望未来可以变成大家今年放在办公室或是家里的一个摆饰，可以创造我们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跟理念。资深设计师林玉航也说明设计龙迎得瑞春联的意义。今年我们会用“龙迎得瑞”这4个字，其实“龙迎”是取自虎啸风生、龙吟云翠之意。那“得瑞”的话，就是厚德辅具、祥瑞云集，就是代表我们基隆2024年就是一个在非常一个好的状况下，让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样，对。那这个龙的部分的话，这个龙其实它龙身跟龙尾它盘成一个如意结的形状，那上面用一些很吉祥的一些纹饰下去做，我们把它称作一个欢喜龙的一个概念，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喜气。对，基隆市议会的龙迎得瑞春联、议员开运金及红包袋，预定1月8号以后就会陆续送到各区市议员服务处。开箱后，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更是一起到基隆市议会大门口，迎着朝阳张贴龙迎得瑞春联，整体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喜气洋洋。童子伟和杨秀玉也提早向市民好朋友拜早年，更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到基隆市议会走走参观。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台北灯节即将登场，主灯呈现光荣正式亮相，搭配纸艺艺术和全新的编曲，将在2月2号揭开序幕，为期1个月。
由艺术团体、企业友好城市及国家共同来装点台北西区老城，呈现绚烂光影的视觉飨宴。台北灯节主灯节目呈现光荣，哇，影光相向，而且你可以感受到台北灯节主灯呈现光荣，率先在灯节记者会亮相，主体高达10公尺，全金属制作。创作者杜清祥以一指成型，赋予作品生命，同时搭配音乐制作人 K6 刘家凯为主灯展演全新编曲。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因为刚好我儿子也属龙，然后今年他刚好在过龙年的时候就会满12岁，所以我就想凸显文化传承，把这个文化传承的概念带到音乐上面。然后，所以从西门町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和电影，然后甚至于歌仔戏都在这边是扮演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取样了歌仔戏里面常用的5声音阶其中2个音，然后再发展，再随着主灯的演进，然后发展成最后12个音都用到，然后也刚好就是对我的儿子的一个感觉啦，就是他今年12岁嘛，那我觉得就把这个东西在音乐上表现出来，也增加整个在大家在看主灯的时候，好像可以感受到磅礴的电影感。那这一次的台北灯节，我们在一开始的设计之初，其实我们就投入了非常多的环保、还有持续以及再生的这一个设计的元素跟概念去做共同的打造。那我们希望呢，可以用所谓的策展的艺术策展的理念来带入这一次的台北灯节的整体规划当中。所以我们邀请了非常多跨界的艺术家，甚至一些艺术从业人员，跟我们共同打造了3个展区，当然包含到了我们的北门展区。在我们的北门展区呢，我们这一次一样为大家包含了我们所谓的360度光影雕塑的古迹历史上面的一些光影作品。那当然还有到了我们的中华路的展区，这边呢有着我们在地的艺术团体与我们共同打造的非常多潮流艺术的一些灯饰作品。那接着到了我们的西门展区。在我们的西门展区这边，除了可以见到我们非常巨大的主灯之外，同时还有一座我们以红楼为第一人称视角所打造的红楼纪事的作品，它将带领着大家穿越这个所谓的西门町的文化历史故事，一起去探索这个西城的一个历史由来。那接着，当然在我们整体这3个灯区当中，我们用了无间断的所谓的光环境的方式去做缝合。那我们希望更多的民众到了我们的台北灯节，在逛灯会的同时，它是无间断的感受我们这个光影的魅力。那同时在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在这一步一景里面呢，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去感受到我们邀请来的插画家、书法家，还有我们的在地潮流的艺术家，他们共同用心去传达的西门故事，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一些精彩。我们在整体的布置当中呢，我们希望是可以邀请所有的国内外的民众到达了西门町之后，可以去追寻着我们这个龙的足迹去找到大家传承记忆中的台北的故事，同时也可以去创造全新的在台北的回忆。事实上，龙是象征我们华夏精神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精神，在我们宫庙、在我们艺术创作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够，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没什么了不起。刚好加上我本身是有军人退伍的那种，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它里面有一句话很感动我，他是说天地有正气，杂然互流行。所以说龙在天地之间，它是一个气，它是一个玄体，它是正气，所以就把那个概念意念把它带入这件作品里面，相信等一下大家来看的时候一定会被它感动。灯节场域选在西门町到北门，将西区草根性文化故事透过灯组呈现。活动从2月2号开展到3月3号，为期1个月，让国内外游客尽兴规划游程。观传局与产发局也串联周边商圈、地下圈，并规划1至3天不同深度的游程，盼带来更多观光效益。到时候呢，像包括我们的这个纸雕艺术家，我们的杜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 K6，我刚刚讲比较习惯你的名字是 K6， 他是我们苏打绿的成员哦，所以在音乐制作上面也都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我相信呢，这次的组合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
虽然是一个传统的灯会，但是在又很有草根文化的西门町西区，但是呢，我们会结合台北市的现代，所以呈现出来，从我们的西门商圈这边的西门广场，到中山楼的广场，到我们的北门的广场，整个还有那边整个古迹群等等，我们整个都会连接起来，包括我们的这边商店街，所有的我们的商圈以及我们的宫庙，好，全部都会集合我们的力量来迎接这次的台北灯节。那我们也透过产发局的协助，跟周边的像西门町商圈啊、园林商圈啊，还有台北地下街等等的，我们都做了一些相关的配套活动，希望民众到台北来，除了赏灯之外呢，也可以到商圈去。看看喜欢的东西，买喜欢的东西。我想到台北来参观台北灯节，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这次灯节分为西门、北门及中华路3大灯区。西门灯区有主灯，北门灯区有光影雕塑及互动式作品，中华路灯区找来在地艺术团队打造潮流灯饰。3个灯区以光环境缝合，让旅客探索龙的足迹，同时无间断感受光影之美。记者翁俊台北报道。讲到台南的美食，应该会想到牛肉汤。台南有一间牛肉汤的业者，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整只牛的精华，特别推出全牛宴，不只是各部位的牛肉、内脏、牛尾，甚至连牛皮和牛蛋蛋全部都搬上桌。台南的牛肉汤，汤头甘甜爽口，肉质新鲜软嫩，是许多消费者的最爱。红品牛肉为将台南新鲜牛肉推荐给更多国人朋友认识，特别将牛各部位的肉摆盘分类，不管是肋眼、前胸、后腿或者是脸颊肉，这里通通都有。全牛宴里面呢，它包含脸颊肉，然后各个部位不同的肉，然后包括内脏啊、牛心、牛肝、牛肚啊。除了各部位的牛肉以外，就连牛皮、牛尾，甚至连牛的蛋蛋，老板张志宏也都能拿来料理。最特别的就是我有一道料理，就是3杯牛皮跟宫保牛蛋蛋，这是应该是外面全牛宴比较没有的。一般外面全牛只是牛肉而已，但是我是真正的把整只牛端上桌。这道全牛宴几乎将牛的全身上下通通下锅料理了一遍。张世宏也依照各部位的肉质与口感，精心研发出3杯牛皮、宫保牛蛋蛋、九尾鸡牛鞭汤等特殊风味的菜肴，希望能给喜欢大胆尝鲜的朋友一个独一无二的用餐选择。记者张寿维台南报道。继续再带您来看位在铜板美食区基隆庙口新开幕的一间主打和牛套餐的高档烧肉店，本身就是主厨的青年老板，凭借在餐饮界累积多年的实战经验，回乡创业，希望让顾客感受到视觉美味与服务到位的烧肉美食新体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和牛薄切牛舌，那这些主要是用盐味的手法下去做调味，那另外里面搭配的是日式的盐葱酱，那待会吃的时候直接帮我一口吃就可以了，谢谢。在顾客面前，主厨亲手料理美味的和牛，再详细的跟顾客解说这道烧肉的特色。这位青年老板回乡创业，要让顾客也能在基隆体验到兼具视觉享受和美味体验的板前烧肉新创意。第一次来尝试这样的板前烧肉，就是有点颠覆以往吃烧肉的感受，因为以往要自己烤自己弄，然后会弄得女孩子满身油烟。对，那来这边真的是一个视觉上的飨宴，也是味蕾上的飨宴。不用像传统我们自己在烤肉的时候那么麻烦，有人在周边服务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那以前说的板前比较像一般大家的认知都是在吃像米吉利啊或握寿司、生鱼片这一类，对，那我们把它跟烧肉做结合，就是在你面前直接调味，然后把肉修整好之后放到你的面前，然后在现场直接帮你做加工，帮你做炙烤的动作，这样。所以顾客都不用动手？完全不用，就是来这边就是只动你口不动你手，对对对。回乡创业这条路一开始充满了挑战，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回基隆开的第一家店，刚好遇到疫情3级警戒。因为那时候刚开的时候，1个月就遇到了3级，就是完全不能内用。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个人就站在庙口的大十字路口上面，心想说，哇，该不会开店倒店在同1个月吧？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蛮慌张。当然好险，就是那时候还是有找到一个方向，就是那时候的所谓的外送平台的部分。对，那其实那时候也很感谢我的太太，对，那时候挺着大肚子陪我走过这一段最低潮的时候，对，然后到后面我们隔了1年之后，我们就是进军到双北的部分，我们有去成立冻饭店，那把基隆这个原本在卖咖喱饭的地方，把它转成居酒屋。那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其实烧肉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想着，我想要在基隆成立什么样的烧肉店。度过了低潮，接下来就是他发挥创意的时候。他特别规划了这个主打和牛套餐，以板前烧肉为消费形态的烧肉店，希望在名气响亮的庙口美食商圈打开新的消费赛道。然后他们的牛肉的品质真的还不错，那它的那个牛的味道很香。其实刚刚吃那个牛舌的口感哦，也真的跟以往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因为它特别的 Q， 然后呢，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滑。对，有点那种这入口的弹牙那种感受。我们家其实最主要都是主打就是和牛系列全品项。对，那我们的和牛基本上来自3个不同的品种，一个就是日本和牛，那再来就澳洲和牛。那一个比较特别是新颖性的，我们在基隆目前我们算是第一个做是日本的 F1 和牛。对，那 F1 和牛它比较特别，它是日本和牛跟澳洲和牛混种出来的交杂种，所以它本身的油脂含量比较不会来得这么的高，但是它的肉质还是有像日本和牛一样的甜跟软嫩，对，大概是这样。因为其实基隆的庙口就是一个美食的一个圣地哦，那真的有各多在地的小吃的美食，那但是呢，其实这个板前烧肉在这个地方真的也颠覆了他以往的消费的习惯，那因为它的品质 CP 值够，所以呢，我们是很愿意从台北到这个地方来尝试的。就是在庙口这一带来说，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 CP 值跟铜板美食。那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其实当然看重第一个是它的能见度、曝光度，那再来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可以有一种助力感，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么多遍地小吃的地方，有一间比较有质感，然后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餐厅，然后矗立在这些小吃的上面，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看见我们。那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像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定期会约会，我们有时候约会都只能去台北，所以我们也有想到这个切入点，觉得基隆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很有仪式感，坐着喝杯红酒，然后品尝的比较美味的料理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们这一次就决定，我们想要来做这件事情，也是利用自己最擅长也最喜欢的烧肉料理来呈现。由于老板坚持食材新鲜与用餐的仪式感，因此完全采取预约制。遇到顾客临时想来店里用餐，他也只能婉拒。到目前为止，老板说至少拒绝了20多组的客人，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全预约制，让顾客享受到精致的用餐体验。虽然烧肉店主打和牛套餐，但为了服务不吃牛的客人，只要顾客在预约系统上注明好需求，店家也会在现场为顾客料理非牛肉的烧肉创意套餐。非常嫩，不像在吃鸡肉，是很特别感觉，不会讲，但是它有那个层次感，有柚子，又有山葵，又有酱油的味道，吃起来它虽然叫半生熟的鸡肉，可以一般的鸡肉感觉是吃全熟，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很特别，那又蛮不错吃的。桂丁鸡算是台湾的鸡，在南部在中南部那边一带算蛮有名的。那他们桂丁鸡主打就是用古饲的方式去做饲养，那也不是说第一只生出来就这样养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是他们经过了好几代的培育培养之后，才有现在的桂丁鸡。老板说自己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业界，一路打磨，从日式料理界到烧肉界，每一个步骤都是岁月的功力。加上对料理的忠诚与热情，才能在这条创业之路不断的前进。如果你今天想要借由创业去得到你平常工作得不到的东西，那你势必一定要承受超过你平常工作所要承受的压力及难关。
对，那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取决于在于那个冲劲跟意念有没有到位。有时候有没有钱真的不是问题。对，我们从创业初期，从身上没有什么钱，慢慢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有时候是给自己太多的理由，给自己太多的借口挡住自己。但是创业这条路真的很辛苦，但是这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获取的东西，远远比实际手上拿到的东西还要更多。基隆是一个美食之都，吸引各地观光客慕名而来，也成为基隆人引以为傲的特点。但需要更多对创业有热情的人不断加入，激发创意，来提升基隆这个美食之都的水准，才能持续的保持竞争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为了庆祝台铁公司化，高雄镇举办挂牌庆祝活动，除了一连串精彩的表演，副站长更是身兼主持人，高歌一曲，现场还切蛋糕，分享喜悦，给民众在呈现改变的决心。为了庆祝台铁公司化，高雄站举办了挂牌庆祝活动。除了一连串精彩表演之外，更请来了三太子助阵，热闹非常。高雄台铁展现的诚意还不止如此，站长除了穿着新制服亮相之外，副站长更是粉墨登场，身兼主持人，高歌一曲，让现场民众报以热烈掌声，再表现台铁公司化改变的决心。特别有一个新的制服啊，就是我现在这个款式哈。那今天开始就是国营台铁公司是一个新的开始啊。那我们局长也特别指示，我们要全力的奉献。然后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切下挂牌庆祝蛋糕之后，工作人员立即发送给民众，分享民营化的喜悦。只是民众在享用后，到底买不买账呢？现在真的很方便，好像三铁共测这样，真的很方便。服务的品质上一直有在提升，那希望它之后班次啊可以更稳定，休息区会更多啊，然后整个环境会更好，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期待它民营化，一定会带给民众更好、更便利的一些坐车的方面。公司化之后，台铁可以减少误点，然后更多创意的空间。希望它可以就是提供更多便民的服务，然后它的可能服务人员也要增加，服务更好啊，班次人更多这样子。虽然一连串释出善意，但民众关心的还是后续实际改变，需要一段的时间观察。毕竟关系到荷包、交通便利性及安全舒适性等问题，端看台铁是否够动力推动这部时代的改革列车。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成立有50年的台南市明德国中橄榄球队，一直都有全国8强的实力。尤其在102年教练郑正宏接任以后，不只锻炼球员的体力，更关心球员的品德和功课，甚至规划未来升学的目标。这群球员学生优秀的表现，也让家长相当的放心和感动。创下区运会时代16连霸的台南市橄榄球队，球员在国中打基础就十分要紧。其中曾经夺下7次全国冠军的北区明德国中，风光的背后，其实社会却普遍存在参加球队就是不爱读书，甚至是学坏的学生等刻板印象。但学校于102年聘请教练郑正宏返回母校带队以后，他的作风就是品德教育优先，再来谈练球。甚至怕学生每一天辛苦训练以后功课跟不上，还有晚自习到8点，以致所有学生不分男女来到球队，不只变了一个人，甚至对未来勾勒出明确目标。明德橄榄球在台湾还有台南的各项赛事之间都是蛮有成就的，所以进来之后又学到更多东西，然后老师在球场上的教导还有私底下的管教都是在学校略有耳闻，就都评价都蛮好的，所以就进来然后挑战自己。看到老师都不会跟老师问好，现在教练会要求要有礼貌，未来希望可以选上国手，代表国家争光。教练有时候就是晚上练完球之后会留我们下来读书，就把没有补上的功课补完。你有目标跟期待？打上国手。
为台湾争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以前那些不喜欢读书的那种才会参加球队的标签把它撕掉。那像现在球队当中，我们会去在晚上会再安排晚自习，然后把低成就，不管低成就也好，或者他本来就很会读书的学生，让他们提供在学校这里有晚自习的机会。那虽然出去比赛都会影响到课业。那我们回来就是尽可以帮忙补救的，我们就去做到这一块。那337赛许备起，辛苦了！球员在小小年纪已经有未来蓝图，除了归功教练的鞭策，还有许多优秀的学长，假日都会回来陪他们练球，现身说法，给他们鼓励。在升学方面，我们也都。像南二中或是成大、台大，其实都有橄榄球的体保的名额。那就是希望在学生打球之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并不是被局限在这个球队里面。一路走来，看到自己孩子的改变和成长，愿意将孩子送来球队的家长，内心都有一份感动。从他们平常练习到他们这一次得到亚军，我们全程这样子陪伴看他们练习。那种感动，就是看的都会很想哭。然后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国中3年训练下来，教练就是不希望留下遗憾，而他们也用成绩证明，夺下112年全国联赛亚军，明年要继续拼冠的决心。明德赞。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志光商工餐饮科日前举办成果展，学生在舞台上充分展现3年来扎实的专业技能。校方表示，学校不仅将完整的餐饮技艺传授给学生，更和众多的企业合作，提供多元的就业管道。3位同学在舞台上展现扎实的花式调酒表演，展现平时辛勤练习的成果。志光商工日前办理餐饮科成果展，同学们表示，在学校3年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位专业的从业人员，有了这些技能，未来在就业的道路上也有更宽裕的选择，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岗位。来志光商工让我就是非常的肯定我未来要做什么。这3年我学习了很多有关于调酒的东西，对，虽然中间有摔破一些杯子，但是学校还是很有耐心的带我们，就是学了调酒各种专业的技术。之后的规划，我想要做空少这样子。那这次学调酒的过程呢？这次因为我跟他，我们2个是2年级的，那是去年看到3年级的学长他在台上表演，然后我们2个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就私下就是去请教学长讲说，我们是否能不能就是学习这个技能这样子。对，我学到很多专业的技术，就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走这个方向。志光商工餐饮科主任范巧梅说，在学校3年，透过完善的规划，帮助学生们学习多项知识技能，并考取专业证照。学校也与多所科技大学与众多企业合作，帮助学生们能够顺利和产业接轨，减少学用落差的情形。基本上我们餐饮科从1年级进来之后，我们就会在厨艺技能上面先安排中餐的课程，然后也会加强他们餐饮服务的技术，基本的技术。然后到2年级之后，我们实习课程会变得更加多元，除了原有的中餐之外，还加入了西餐，还加入了烘焙，然后还加了饮调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志光因为一直以来跟台北市的星级饭店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餐饮见习活动，我们会支援饭店的各项的外汇活动。那学生是采自愿参加的方式。那等到他们到了业界一起去上班实习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学的东西，在学校学的东西，在实际的业界上面是可以用上的。那这样学以致用，好。那到了3年级之后，当然在技能上面就是辅导考证照。那我们原则上3年会考取3张证照。那学生毕业之后具备这3张证照，不论或是升学或是就业，其实对他们的未来都已经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志光商工餐饮科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发展，完善规划，培育学生多方面能力，与企业紧密结合，确保学用相符。记者根据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教育局和张荣发基金会联合推动科普阅读动起来计划，日前举行成果发表暨颁奖典礼，希望借此让孩子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要埋没孩子们的天分。选项1，
虾红素，选项2，外壳有蟹红素。桃园市政府教育局跟张荣发基金会联合推动科普阅读动起来计划，包含科普阅读行动书车巡回学校、参访长荣海事博物馆、科普创意购专题阅读报告及摄影生活化科普知识影片竞赛，以及科普知识擂台趣味抢答，并且在日前举行成果发表及颁奖典礼。我就想到说，他们未来有很长的一辈子的路要走。怎么样让我们的小朋友这么可爱，这辈子能够真的让他们的才艺能够发挥出来？我觉得我们在座每一位校长、每一位老师，还包括我们教育局、我们市政府，我们有责任让我们这么可爱的小朋友，这辈子他的这个才华适合在哪一方面的发展，就让他能够适才适所的尽量发展。尤其是对于科普这么多领域里面，只要他对几个领域稍微有兴趣，我们就不能埋没他们的才华跟天分，一定要让这么可爱小朋友将来一辈子在教育的路上，在这个专业发展路上走得顺顺利利。张荣发基金会执行长钟德梅表示，之前参与了好几场科普好好玩的现场活动，每次都感受到大家的努力跟热情，也看到了许多小科学家。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好奇心，培养探究事物的精神，并且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要有一个孩子因为活动爱上科普，这个活动就有意义。听说牛顿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读书其实他的成绩是普。可是呢，他有一颗很强烈的好奇心，最喜欢随手自己亲手做实验，所以呢，难怪长大了就变成伟大的科学家了。我还听说过爱迪生他讲说，科学的种子就是惊奇。那我要跟小朋友讲，就是说，其实小朋友你们要学习他们这种探究事物的精神，但不是每个人一定都要成为科学家。反而我是希望小朋友你们永远保持好奇心，再透过这些活动呢，学会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汤山镇市长表示，科普有许多领域，如果有孩子对其中一个领域有兴趣，就不能埋没他们的天分。只要小朋友能够顺利成长，师长跟长辈们的努力就没有浪费。要让孩子适才适所的尽量发展。记者赖伟一统报道。去年8月，在基隆潮境公园海域，一名潜水教练为了救学员，被渔船螺旋桨截断左小腿。事发当时，潜水教练自救得宜，还有潜友的协助，及时找回断肢，加上基隆长庚医院全力治疗，植回断肢。事隔3个多月，潜水教练已经能正常的行走。院方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碰到断肢的意外，谨记3大抢救的重点，把握黄金6小时，尽快送医。记者会上，吴先生行走自如，很难想象去年8月他的左小腿被整只截断。回忆事发经过，从事潜水教练工作的吴先生说，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先救学员。渔船蛮大艘的渔船，是很大艘，他是直接因为我看到船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就在学生的正后方，赶快先把他压下去之后，用气瓶去顶着船底，然后闪那个螺旋桨，然后压过去这样子。你是先救了学生，就把他拉下去啊，不然第一个就在左小腿被截断后，吴先生发挥自救能力，用身上潜水装备的呼吸锁带迅速止血，还把学员安全带上岸，并请其他潜水教练下水协寻断肢。冷静的态度，连医生都佩服。我们是有2级头嘛，就有呼吸，它有长长的管子嘛，它就像是类似我们的皮带，它有点橡皮的，有一点点，它一点点弹性吧，然后就直接这边绕过去，全部把它拉紧这样子，越紧越好，一直拉得非常紧，完全没有感觉，然后看到血没有流，然后就这样子。他掉在水里面嘛，因为本身都有穿那个潜水衣，所以他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断肢是被包在那个潜水的那个鞋套里面的，所以刚刚好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的包覆，然后送过来。然后我们当然就是在把外在的东西去除掉之后，然后将断肢做完检查，一并的一起送到开刀房。
解开护具，脱下长袜，手术疤痕清晰可见。为了接回吴先生的断肢，基隆长庚医院从急诊、麻醉、骨科到整形外科与复健科医疗团队通力合作，经过12个小时的紧急手术，终于保住吴先生的左小腿。手术的部分的话，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创伤截面，创伤截面有时候还是会伴随一个部分的这个创伤区域，所以整形外科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从对侧病患对侧的小腿取一个差不多30公分长的一个静脉做移植，那其实有重建大概2套的血液循环，包含重要的这个运动的和这个感觉神经，另外也将这个前后和外侧的这些肌肉，大约有10条左右的肌肉去做一个完整的重建，所以在这个重植手术之后，其实这个就目前现况看起来，这些肌肉的收缩和力量传递都有达到不错的效果。基隆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医师蓝静宇也提醒民众，遇到断肢事件时，一定要把握3大重点，并在黄金抢救时间的6小时内送医进行接回手术。第一个是发生当下，我们希望是能够尽量的去控制伤害。好，所谓控制伤害，就是说这些断肢的截断，通常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较重要的血管，造成大量的血液流失，可能就会造成病人休克，甚至失去意识，陷入更危险的状态。所以第一时间去减少出血，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这个肢端的直接加压，去减少出血，控制伤害。那第二步呢，同时之间也不能忘记我们这个脱落下来的肢体，所以很好的保存肢体，减少肢体送达这个适当医学中心的时间，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好，那肢体如何保存？最主要就是将肢体可能要放置在一个手边可得一个干净的塑胶袋里面。那在袋子的外面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以一个冰浴的水去做一个冰水浴，尽量去降低肢体的温度。那我们比较不建议的是直接用冰块去接触肢体，因为有时候太过冷的这个情况下，也怕这肢体造成冻伤，所以我们会建议装在干净的塑料袋里面，同时外面以冰浴去降低断肢体的这个的温度，然后争取一些这个缺血的事，就是减少了缺血带来的后续的后遗症以及伤害这样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尽速的送医了。虽然遭逢这么重大的意外以及接下来漫长的复健过程，不过吴先生对自己以及对基隆长庚医疗团队非常有信心，相信未来一定能重回大海，再做最爱的潜水教练工作。我还是会继续潜水因为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第一，学生有没有事，然后学生安全之后，然后第二，我想说我的脚接不接得回去，然后接不回去的话。装一只可不可以潜水？就这样子，我也就想到这样子而已。不过他已经接回去了，他就接下来就继续的去跟他积极的治疗。基隆长庚医院院长赖其俊也以拍长手骨颠倒用勉励吴先生，同时希望以吴先生正面的成功案例，鼓励有类似病况的病友，相信专业，配合治疗，积极复健，一定有机会重回正常生活。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市鼓山区绿园道旁的社区店家出现大量鸽子的排泄物，严重影响来往民众的健康安全。当地里长希望市府单位能以公权力介入，协助处理鸽害，还给社区干净优质的生活环境。高雄市铁路地下化后，位在鼓山区翠华路旁的绿园道，成为当地民众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步道上停留的鸽子，也点缀了些许惬意感。但要是有着一大群鸽子的驻留，四处排泄的粪便，不仅造成社区大楼的困扰，环境卫生的危害，也成为店家住户担心的隐忧。规定啊，做一撮啊，遮足济啊，这两边都是啊。人的饲我就感觉较无好啦，因为放晒啊。这时常都分这跳伫这咧食物件啦。安尼哦，你感觉有人饲吗？就这种一定有人饲啊，不过个人的自由。嘛无法度。这嘛无法度啊，一人兴趣无同啊。我觉得是不太 OK 啦。可是你如果要喂养的话，那你自己要有一个就是鸟笼嘛，还是什么？不要说造成别人的困扰，让他们在这边就是肆意的乱飞啊、乱大便啊。社区民众表示，110年绿园道陆续完工后，也是大楼开始饱受鸽害的时间。大量从天而降的鸟屎，不仅满布店家的遮雨棚外，地面和机车帆布上的粪便，同样是洗了再洗还是没用。住户求助无门，只好自力救济。有的在窗外挂上长长的红色布条，不让鸽子靠近；
但也是效果有限，就连保持卫生安全的洗手台，同样都布满了鸟屎的痕迹。这边要处理啊，嘛无多。以前这边还会有人停车啦，但是经过这个，就是他们在那边乱大便的状况下呢，大家的车都会把它开始往内移了，因为这个地区就变得没有人敢停的。我是固定每天回来的时候啦，可能会上去巡一下看看，就是那个积水的部分。就是有人都蓄意会在那边放那个水在那边，然后引诱那个鸽子过来。那每次我回来的时候，我上去我都会把水倒掉但是隔天又有人又继续用那个积水。当地里长反映市府相关单位会勘后，取得共识，从根本处理，并依据里民提供的影片前往公寓顶楼，并发现除了有疑似民众喂养鸽子的迹象外，更有鸽蛋的出现，证实2栋社区公寓中的闲置空间已经成为鸽子的繁衍据点。所以讲，今仔日咱掠伫水量的水，你掠遐顶管都无清，遮很看到的掠一寡条，伊嘛是搁转来嘛是搁掠生卵拄好去你看嘛是搁生卵所以讲这没完没了，所以就是我讲过3管齐下。对啊。讲到这个粉鸟屎事实讲已经有了真久啦，因为当然这方面民众嘛一直咧反映啦，我嘛有甲公所这边要求，咱公所这边嘛真配合啦，包括咱的清洁队、卫生所，个动保处有来咧讲这个粉鸟屎这个问题，事实讲这是真正困扰，因为伊伫迄个5楼尾甲规个迄个粪便拢放落来涂骹，涂骹时有会滴到人的头壳嘛，搁一寡迄个机车停的时阵滴到规个机车拢是，但是这个粉鸟屎到底是毋是有毒，这阮嘛是会惊所以你像安尼放到规个巷放到规个路的时阵，这实在是讲袂过啦当然环境的问题嘛，咱社区的问题这安全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解决。担心里民的健康可能受到鸽子排泄物的影响，里长欧瑞清除了希望市府单位能以公权力介入协助外，也呼吁爱鸟人士不要再任意喂养野鸽，共同维护社区卫生环境，一起改善鸽害扰民的问题。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